我来讲，我这个咱地，新闻了，咱地形讲这历史的由来，我来大家做参考。应该大家来注意甲听吼，咱的传统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、听拉radio的，咱有诶自少年，像这有诶较少年就唔知影啦。较早咱常听五六天的广告书，我就是五六天的徒弟。我叫做陈春福，是咱新闻的总干事。我有拜咱5、6天学过广告，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。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。5、6天的广告书拢安尼讲，我广告互恁听，恁抾茶互我兄弟来食。但是我毋是，咱新闻庙就是上界生意，恁来到这。咱新闻庙甲准备上介好的点心，加一个凉水，互咱大家来甲饮用。所以这种的经营就无共款啦。因为咱新闻庙要来甲弘扬，咱正统鹿里门新闻庙，咱天上圣母鹿里门嘛，甘咱地成功密切的关系，要互大家听。因为咱新闻庙。才会当来甲咱宣扬鹿里门嘛，甲地成功工课的人咧，要来表达能力的人无介济，所以当照中咱这梯厝拢总有83个人，83个人的当中，加减甲了解小看，就会当讲互别人听，所以我以后就较免遮辛苦，所以我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。咱现在。徛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咱正统鹿里门圣母庙第3处的中间。咱第3处的中间的当中，是伫咱民国64年动工去起的，70年完成。所以咱这个庙伫第3处中间以来真济甲咱地成功有关历史。也是咱一寡先贤大德对这个庙宇无了解的工课，我来甲讲互大家做参考。咱台湾人，伫咱的祖先，伫咱的长辈也好，咱大家拢拜神，有咧拜王爷，可以啊，但是穿插啦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台语也可以，我这个双声带的啦但是国语比较。讲不顺的时候呢，也要大家体会一下我们台湾人本来在我们祖先的领导之下呢，就是拜拜见到有神明、王爷、妈祖娘娘的时候呢，一看到就是拜拜。那拜拜呢，就会怎么样讲呢？里面有神的地方呢？就称它为是庙，那有神明伫内底，咱都讲迄叫做庙。所以这个庙呢，我要给各位做个讲解一下。我们台湾的庙呢，有2种庙，传统式的有2种的庙的建筑，一种叫做北方体的建造，一种叫做南方体的建造。那我们台湾是闽南地区当然。是南方体的建造为主体，所以我们的祖先呢，我们各位到现在所看到的庙呢，都是南方体的建造。怎样说南方体的建造呢？譬如我们鹿耳门天后宫，其他的庙呢，还有朝天宫，他们这个叫做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圣母庙这种呢，它叫做北方体的建造。因为圣母庙是仿照大陆紫禁城缩小比例而建造的庙，所以这个叫做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圣母庙这个北方体的建造，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南方体的建造，又不一样啦，就是不像啦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我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我们台湾北方体的建造呢，首座呢在哪里？
首座就是我们国父纪念馆，在台湾的建造啊，就是国父纪念馆，就是北方体的建造。那么第二栋呢？第二栋就是我们中正纪念堂，也是北方体的建造。那这个庙宇呢？庙，台湾首座就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。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众，各位呢，都去把它误认，把它误会了，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个是新庙，光见这新庙就错误了。因为圣母庙这种建造呢，它是全台湾省所做的庙宇，我们都把它误为新的庙，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误判呐。好，今天就特别给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再来讲到我们民国70年左右，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以前是苏南成嘛很早了，苏南成他还当我们国民大会的议长。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呢，为台南市的建设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去把它建造。就在我们中华东路、中华南路那个地方呢，他去建造了一座非常豪华，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呢？国父纪念馆呢，它的分馆要到台南来了。当初台南人非常的高兴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南来呢当初在我们的年纪呢，我是42年出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苏南成市长呢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的分馆带到我们台南市来，我们都相当高兴。结果完成以后呢，是什么？是台南殡仪馆是台南殡仪馆。但是台南殡仪馆它那个建造呢，就是北方体的嘛，也是北方体的建造，所以这个误认了。所以我把这个关系呢，做个简单的介绍以后，我们就会去了解台湾的庙南方体、北方体的建造是怎么来的那再来，我们就是要讲到妈祖娘娘和郑成功的关系了。我常常向所有的机关团体来到圣母庙参拜游览来这边拜拜的人呢，常常跟他这么样讲，但是他们都说我很夸张他说你这个阿伯你这个头发白白的，你这个脑袋坏掉了。他说我头发白白，脑袋坏掉了，为什么呢？我第一句话就这么样讲。我们台湾人有今天丰衣足食，住在这个美丽的宝岛，要感谢什么人？要感谢在我们这一殿的最上面，妈祖娘娘，我们称她为鹿耳门妈、鹿里门妈。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？我们在台湾这边看妈祖娘娘有什么关系？关系非常大在西元1661年，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就是妈祖娘娘助他潮水，不然他就没有登陆台湾了。那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文武百官，他的幕僚没有算准，因为我们这个海水都有大潮、涨潮、退潮，所以他急着预计他的行程要攻打台湾，所以没有算到涨潮和退潮的时候，所以郑成功他在这个厦门主兵的时候呢，他要进到台湾来，他就没有去算这个问题了。那妈祖娘娘他在这个船呢，郑成功要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郑成功的幕僚非常的精干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他在厦门的时候呢，他整个军队呢，他就有拜妈祖娘娘了。因为这个统帅要有幕僚，他就先把这个在这个军队里面文官武将，他就先把它区分好了，
所以他在船上呢，整个队伍总共呢有3尊妈祖娘娘，他就把他整个队伍称为：你们这个文官，你就拜这一尊妈祖；武将呢，你就拜这一尊的妈祖。所以分为文馆和武馆。我们各位等一下参观一下，全台湾省完全没有这个妈祖庙呢，没有文馆和武馆，只有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边有。所以我刚才又讲到了，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？今天我讲这个国语啊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啊。本来这个我们老师56天教我的时候讲台语嘛，那我今天就是这个妈妈她又说要给小朋友听得懂，那我就有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，我讲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精彩。所以在4月1661年登陆台湾的时候呢，他船到鹿耳门港搁浅了。那搁浅的郑成功他心慌啊，我带领整个军队要登陆台湾，赶走荷兰人。那我现在船搁浅了怎么办？整个军队一定要全军覆没。怎么讲呢？这个荷兰人已经占据安平了，已经在安平古堡设立一个据点，他把所有的大炮呢朝向港口守备完成了。他没有想到还有一条这个鹿耳门港可以进来，所以当初郑成功急了，他就在那个船上排设香案，祈求上苍。他不是求妈祖娘娘了啊！宇宙间，你能够助我潮水，为我恩主，你也当帮助我水，就是我主公啊！好，所以郑成功他在船上排设香案的时候，他就这么样祈求了：该是我郑某人能够统治台湾，祈求助我潮水。他3炷香下炉以后呢，1炷香的时候，1炷香大约要1个小时嘛，在1个小时就产生了变化了，啊，就是妈祖娘娘，鹿耳门的妈祖娘娘和他船上的妈祖娘娘感应到了，依照这个天命啊，应该是郑某人要登陆台湾，赶走荷兰人了，所以他就助他潮水。我们那个驻足那边有一个对联哦，说圣母为我最重三哥，助帝王登陆鹿耳门。我说，即我讲迄个讲语就讲较袂顺啊啦吼，所以这点吼，爱大家了解着。所以伫个时阵，最重三哥，水涨山高呢，是怎么形容？是水涨山高。我们当初的文书者他是这么样形容啊？我们那个年代，以海为生的人，都是拿那个竹竿在撑那个地白啊，所以水涨的3株竹竿的高度，它那个军舰才能够登陆。所以当初的那个鹿耳门港呢，在我们台湾来讲，台南府城，它是8大景之一哦，8大景之一啊。我们那边有一个对联，在我们的文书者可以去查询哈。鹿逆莲旁，鹿耳连环，鹿耳春草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当初台南市的一个我们这个8大点当中一个问题哦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询。所以那个鹿耳门港呢，是对我们台南市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我们在台南市又有一句俚语啦，这么样讲哈，咱台南市有一句俗语安尼讲，讲无田无园，听讲伊啦，捌的人替我甲翻译一下哈，伊讲无田无园啊，没田没地，尽看鹿耳门，近看鹿耳门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土地可以让那个耕作的人呢，绝对没有财产嘛。但是这个鹿耳门港呢，那个当初的船都从这边进来，你可以去那边做工嘛，赚钱。而且退潮的时候呢，那个岸边呢，这个海水结晶啊，又去挖那个鹅啊，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鹿耳门港都足好生活。所以讲无田无园，
近看鹿里门，一定是一个足好的所在。哦，所以咱新武庙含这个地成功的由来太济啦，太济。所以咱今仔日咱这个郑成功之旅的这个营盘的，咱来到这。我今仔日较闹开，讲国语说袂太精彩。哦。不会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哦，这讲的太和前3个题目呢讲起来差的太多了啦，所以这个今天不及格啊。来，我们就到我们的文物馆那边一下哈，再给各位介绍一样东西，就是当初我们现在那个庙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嘛，那边有一个当初我们挖起来的一个石碑，那个石碑叫做起水坝、起水坝，啊，来讲个历史我你听，好，我恁了解一下。干嘛呢？可以问一下吗？那可以北方的庙跟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啊？北方的庙和南方的庙就差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般一般这个庙，南方体的建造，它说那个庙的屋角是翘起来的，燕尾有燕尾。啊，所以咱底下咧讲的用，咱南方体的庙宇吼，较早拢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一定要雕刻在这个墙角了，在墙角呢，拢爱有人去压迄个山啊压条的。讲个这五番压庙角，五番压庙角，啊，所以咱这个讲原住民啊，这里那断掉你才用拍呢。你讲讲五番压庙角，所以咱传统的庙宇就是爱有这个形体，啊中爱有3仙的葫芦手，我说有灵有风，啊咱北方体就无啊啦，咱北方体就用飞龙走兽，有走兽，哦，拢有走兽啊，较无咧用迄个角，所以南方体甲北方体都差伫遮哩。那么南方体的维修较重啦，咱台湾的你啦风台雨季较济，啊你迄个南方体啦大风台来咧扫落去哦，像咱新武庙这片啊，就无怎样修理。啊这北方体吼，拢看的是琉璃呀，琉璃瓦它的损害呢就比较少哦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哦。